伊目前是拢一个上这花，这个叫华，这个叫华，这个叫名相。这个一切我这个叫华啦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有麦克风、有电脑、有花，但是咱第一个不多，你电脑唔带，这我等下去啊，这夹杂这，这花无水啊，袂芳。你不能用这种分别想去讲这种东西。结果第一当下你心不动，不动就是清净的本性，回归涅槃，回归咱涅槃的本来迄个完整的世界，实现咱人成就迄个空的空性的各位啊。所以迄第一句不动是足重要的物件，无看着动，咱心情较动了，要想清净。所以第三点，用量力看待一切，我爱到啊，用量力看待一切。互你知己互你知己为食天下善。如果爱一个人，对这人作喜吼，但是嘛知伊会发展伫什么所在，歹所在。但是仰慕一个人，但是嘛知伊有可爱所在。有安尼安尼天下善的天下真少人诶，讨厌就足讨厌，可以爱你一个人，就对伊足好啊，可以看你歹诶物件。所以人目睭会晓蒙蔽讲。看人好诶时阵，就无看伊着歹啊。若看伊歹诶时阵，你就永远袂看伊着好诶啦。所以人圣人厉害，孔子讲：见一善，即忘其别非。孔子看人一善，就已经袂记过去是非是安怎呢？无伊他要甲迄个啥，公亚中，公亚中是有迄种乖乖拢仔来诶人，但即摆讲即人你法律法规，迄种乖拢仔来，恁做甲要嫁。迄个是较早迄种乖过的，你要嫁吗？孔夫子的祖囝嫁互伊呢，可以嫁互伊。南阳帮有德不会，帮无德免形容，伊用伊遐个的祖囝嫁互伊呢。那圣人为什么看？圣人看到了灵活，伊他清清楚楚。咱知影讲这人做好。毋过好当中抑佫有无美诶所在，人有缺点嘛。虽然你抑佫一个善良诶心，佫有缺点，要失善物件，你爱修正，咱知影甲修正。你就讲这看咧足讨厌啊，你着足歹。毋过呢，看这代志，毋过足水诶所在，佫有良心诶。真咧电视迄真正说第六台咧做啥？什么世家？世家水？什么刘飞龙在天呢？飞龙在天哦，毋是哦，拢会讲，因为迄出个飞行团，迄个啥，迄个做咧要谈迄个啦，迄个诸如诸如啦，迄看来我有心得咧，伊直直咧讲话，一直咧讲话，但是我一直要睇人，但是伊嘛不去咧，毋要看有当时啊，伊还佫有当时啊讲。一点的良心问，讲你有一点的良心不变，代表伊佫是好人，因佫无认同伊太人是歹人咧。咱要学甲有可能无？太人就歹人，就歹叫囡仔，就歹人。伊你若要原谅伊，现在咱的某人啊，迄种台词，无要紧啦，原谅伊啦，伊所犯的啦。咱讲我懂，你无能电视靠家咧，你讲阮翁歹死啦，安怎我你都无良心嘛？你要原谅伊，无可能原谅啊。若要原谅你就圣人啊。天下善少，我要解释真济啦所以见你成绩忘其别非，为人者的好人，这是圣人的心结。认识家己迄心界就深。故愿有之法，人莫知主之欲，莫知其主之欲，莫知其妙之色。世间在讲啊，世俗人讲，人拢毋知因囝摆伫什么所在啦。但是老母知影囝摆伫什么所在无？今仔即个人若太阳报应，因后壁老母讲心肝囝诶，你咋安尼？你着转来哦，佮歹囝叫流浪嘛，爱叫转来咧。伊甲讲你叫，死好，死好，看是要安怎？除非就做无作用足严重诶啦。无一个囡仔伫学校做歹人种，因爸母嘛讲伊心肝囝，宝贝仔囝。阮囝袂啦，阮囝袂安尼啦，袂安尼，恁囝伫校拢共霸凌拍人，你知影无？人斗咱家庭来，斗咱厝来有无？有啊，学生足济啊。3、4个人要抽一个，要甲霸凌啊！像这样看，袂啦吼。我囝歹排，乖排啦，他会伫校发生代志，伫厝诶表现拢是好囝，伫外口你知影无？花花世界，所以讲生囝心就无生囝心啊。
有一些人都是我们随无可奈何的，你也要随他，你若无能一个挽救，就咱迄个问个放弃的心，不能放，鼓励再鼓励而已。啊，这些农会人目的义苗之色，伊拢嫌讲啊，迄物件它生袂大丛啊，生袂大，啊，就迄种迄看人啊，是甲人比较，哦，啊，心着敢若无正常啊哩。哦，人迄囝仔遐敖啊，做法官、做检察官啊，做医生啊，做法做律师，阮兜哪有掠低头的，啊，拢伫遐清本册的，啊，拢伫遐个自己有无头路的，会怎比较咧？啊，咱人这比较当中，毋知咱家本有当下的物件，咱本来佛性都放大光明的物件，毋免去看别人讲，哦，迄好甲歹。当然这是适用咧讲的是比如的，这代表作长的啦。人毋知家己迄心之恶。为了之心爱去除，人毋知家己道心广大，故爱发扬光大。咱毋知咱家己迄个魔心吼魔性，这个无了爱甲去除掉啦。啊，所以修行袂当去向我去攀岩，心外求法。你要当下回归到咱家己当下，咱这内心的世界。我今仔载安尼，我今仔载袂清净，你好好的关照你那个心，为什么不清净？重点那个不清净有那个分境来源啊。你家己无清净来源，到咧甲洗晒哦，原来是幻化不实的物件。我是咧读啥？做人先，咱做事人，烦恼囡仔，烦恼一世人。儿孙自于其身好啊，不为儿孙做马虎啦。自生囡仔孙，毋是烦恼恁囝咧，连恁孙搁生了，你嘛是烦恼啦。为什么？目睭看着烦恼，袂大啦，食袂起身啦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拢烦恼，咱就是拢读伫遮，互迄个儿孙害着。当你想要清净，是想要面对。你无能究竟，达到究竟清净的时阵，啊，就烦恼伫内面挂掉的啊，家己的魔心魔欲这物件，啊，毋知咱家有一个讲，啊，我有一个佛性，我有一个光明放大这佛性，爱甲弘扬放大，爱甲这物件甲发挥出来，咱也是安尼啦，当这是种问题尔啦，哦，这个搁探讨啦吼，所以有所讲，爱自心地上觉醒出来，要用自心地心灵感悟，一切法从我们本心当下的内在那个心地做起。你只要当它觉醒出来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方清净啊！咱在清净当中，六根应六根的时阵，不念六识，自然清净，不念多头前讲不念难境啊！你会当破六欲诸天，会当破咱六欲诸天啊！伫咱身躯六根，伫天上有一个叫六欲诸天，用爻，这个啥？咱这个叫做。阳摩天，咱这欲界天啊，阳摩天啊，忉利天啊，咱这个咱左属也这个道士天，啊，这个六变化天，搁一个贪化，这个贪化是来这个六变化天，这变化这个五天，第六天叫做摩梭陀，叫贪化一个。啊，咱会当把这个六诸天当下一时消灭，把这个物件完全诸天破掉去，咱的欲念随除掉。自性对照三六九，贪心没有。那个当下清净当下，我们你想咱即摆当清净的时候，咱当有贪心机啊。但这个念会当保持偌久，处理应景应缘的时候会偌久，会去生气袂？会去不安嘞？会去贪袂？哦，迄个看咱去心境啊。无这个当下真当有贪心机，当了清净、无念、无为、自在。这阵地较顶水，一时消灭，咱才走去地倒位，走去什么倒位？哦，当然是用伫即个所在时间的观念啦吼，啊，无能该作是因不知有，然后毋知有偌济个性，你为了蒙蔽佛性之流路啦，然后毋知偌济多少无明对伫即个轮回发心不足而对落去。当然，这修行当中是看咱当下咱各偌济个生活者，你追一分你就做一分的工作，你追5分你就做5分的工作。当你无高兴，你就是无明的工作。你是无明的众生而已。哦，所以讲，这发生无够当中，是因为第一修行无精进，第二听道理袂精进，第三看经袂精进，第四做法事袂精进。第所以一切袂甲人当中合结，无能方法。做个代志吼，从这法里面你慢慢去摸索我们自己的心性的，探讨自己，看自己，不要看别人的给你，不要看别人的好坏是非，都不要放在你身上。你说一切是空性东西，迄袂去互你操作啦，嘛袂解脱你本性啦。迄只有做个家己尔，所以这结论表面是这。初为心不修，不可以随意讲。咱若无修，家庭免修啦，家庭带动袂行啦。
咱守家庭守，大家守，好好伊乡里，好乐伊乡民，好乐伊县市，好乐台湾，大家都全世界。所以，叔叔讲，一人兴国，一人治国，一人兴邦，一人壮邦。一人会当治国，一个人当治全世界啊！一个人会当治啊？为什么？你著做因看做啊！你若做顺圣贤当中，做事无做呢，过一个袂轻好，对无？自己之核心，地狱而不清除；自己之道心，地基在而不疏。空知而不是灵，暗妄其修真。家己难修，要叫别人修，有困难无？我就莫听道理，要叫别人听道理。偷心嘛使，我连听道理都很难。我要做谁听道理？我家己都唔出来，要叫啥人听道理？我家己都不了不当清净啊！什么叫啥人清净？空知而不是灵，我们修在哪里？问自己啊！修不修？先有阶级高，阶级叫高低之要，高低之爱强行实践。心若无修，一个人老爸人脾气歹到要害伊，当然拍来讲诶，迄个囡仔若有互我顺在哩。电视进前嘛，佮报一个，爸爸拍妈妈吵死，因囝总甲因老爸杀死。为什么？因拍得伤严重，因囝看不过啊，要保护妈妈，规甲爸爸挑死，啊，这是安来，家己做无好诶啊，甚至有囡仔反叛，所以时代要改啥？一个人啊修，大家拢修，大家拢团体拢修，咱即个台湾即个等大家拢修，大家拢无爱强中意了，大家拢嘛拢帮我。所以讲，我系即个道理哦。我讲是2年啦哈，大家拢爱细书，大家爱细用，爱实践啦。因为时间的问题，耽误过几分钟啦吼。话就讲较紧，到要详细。所以在所难免毋对，祈求咱前人咱梁老师安规前辈者呢，甲我纠正。以上，祝咱欢喜相伴，得到功德无量讲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一公，分道一公，咱再次感谢讲师慈悲一公哦。咱来休息20分钟哦。咱只有一件代志甲咱报告哦，就是讲咱厨房有咸的寿桃，若有意向的咱到厨房购买吼，一粒20块吼。